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万城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咱这集呢有邀请到一位住伫台湾的里民是我进前伫咧一个民册社团叫做台湾人伫英国来分享咱的 podcast 的时阵呢，有邀请大家住伫无共城市的人来上节目来甲大家小解家己住的所在。这位小姐伊就有举手讲伊会当来上节目因为拄好伊6、7月人伫英国，所以伊有起来万城甲我食饭安尼我感觉伊的经验足趣味的，所以想讲会当就请伊来分享伊伫咧英国含澳洲的一寡经验头先呢，咱是毋是先请这位里民来甲大家自我小解一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做李欣如，我是桃人，即马嘛是住伫桃园。我本身是一个艺术家，嘛是美术老师，我有一间家己的教室，伫教画图安尼。你是安那会为美术老师来到英国呢？一开始我是为着要学英文。因为我英语足歹，想讲加学外，我想要去英国学英语，是因为我较介意英国的口音，安尼。后来我就想讲，趁即个机会去无共的所在旅行，还有世界看有啥物所在真水，我会当画图的，因为我本身咧画风景较济。有诶，嘿是。讲到这，我就感觉讲伊真勇敢真认真，因为有真侪人出社会就袂讲想要转去上课其实刚出来上课嘛是会当当做一个旅行的一部分就是伫学校内底是伫放学以后嘛是拢会当熟悉无共的人。对，讲到你有咧画图嘛，之前有讲到你，开讲有讲到你的画有伫澳洲来参加展览，甚至佫有买去的。是。敢会当分享讲，是安怎你会当来澳洲参加展览安尼？之前我拢是伫咧台湾展览，展览几落遍，我毋知影几遍。毋过我从来毋捌想过讲去外国展览。毋过我有一个，旧年我听我一个朋友，嘛是艺术家的朋友，甲我分享伊的经验，又伫澳洲展览，伊就鼓励我讲，嘛会使试看卖是真好的经验安尼。今年申请3个展览有2个拢有入选。伫法国甲瑞士。对，因为我有小可甲问，是安怎出去展览发觉讲介成是有迄款专门互艺术家的展览的中人，因会甲恁就是甲台湾的遮艺术家的作品收集起来做伙送去外国去来参加展览是，对。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趣味的 idea 安尼。是，伫咧迄个平台，拢有分享互艺术家关于澳洲的展览的机会。若有兴趣的艺术家，就会使去申请安尼。我感觉是真好的机会。对，我记得我有看到你的面册，敢若你即马伫台湾嘛有跟学生做伙做展览，对毋对？是，我即马规年我甲我的学生拢有伫
台贸购物中心展览，安尼2个月换一摆画。啊，另外后个月我嘛有家己一个人的展览，伫个中立，一个叫做共作咖啡馆。每年我同款有申请2个国外的展览，毋过即马还阁咧等结果，还未通知，毋知。你是申请伫对国啊？法国的较大，啊英国的较细。英国嘛有哦。是因为我即马有交一寡英国的朋友，因拢会甲我分享一寡有关的 information，相关的资讯，是嘿。好，对啊，你伫，比如讲你伫旅行的期间啊，你敢有法度继续来画图哈？像我平常时画，油画是无法度伫遐画伤费去，我爱早较济物件，我家己的部分我敢若会当画速写 sketch 安尼。啊，毋过我伫英国的迄段时间，我伫伦敦甲曼城拢有参加 live drawing，就是伫遐画人体，敢若你讲？应该是就是会当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下，就是咱咧讲 live drawing， 我以外理解是你的 model 是无穿衫，对毋对？是对。无穿衫的 model。嘿，啊伊会徛伫中啊边啊，就是有大概就设一个眼眶啊，来画图安尼，啊可能有2-3点钟的时间，吼。对，正确。对。你讲起来敢若有去过哦？我有朋友有去过，阮翁嘛有去过，嘿。是，无怪遮清楚。我参加即款诶 live drawing 有真侪经验，毋过上好诶一摆经验就是伫曼城即摆，就是我甲恁母食饭迄天诶暗时，我去参加即个 live drawing，迄摆是我上好诶经验，安尼。是安那好是会当靠边诶人开讲，还是讲迄model就水啊？是无水哦。有惊到，迄个model有甲我惊到。是安那，我是安那甲你惊到。因为我从来生目睭毋捌看过遐大只的model。我想问一下是查甫还是查某诶？是，而且我第一眼入去的时阵，我叫是一查甫的呢。我有想讲哈，我足无爱画查甫的 model，因为我画线条较软，较适合画查某的，而且我嘛较介意看查某的身躯，我感觉较水安尼。所以我入去的时阵，我想讲是要来走还是免？啊，毋过我已经付钱安尼。是啊，我就想讲无试看卖好啦。结果想袂到迄届经验是我规世人上好诶。我差不多20年前开始画 live drawing 安尼。安怎讲上好诶经验呢？第一呢是迄个方式，画图诶方式，甲伦敦嘛无共款，因为伊会分享一寡画图诶方式，甲我本身画诶方法无共款。啊，毋过我会使学着新诶方法，毋是我家己画家己诶就对啊。伫遐别个城市，我是真正拢家己画家己诶，欢喜就好。啊，毋过伫遐我会使学着新诶。第二呢是即个model伊足敬业诶。虽然讲伊诶身躯有甲我惊着毋过伊实在足敬业诶，我会使看着伊足介意家己即个工课。而且我发现讲画即款肉诶身躯，比迄落足瘦诶查某囡仔画起来，迄线条佫较水啊。后来我是真enjoy。是一个真新诶体验就对啊。对，而且伫遐伊画图诶中间，休困时间佫有准备一寡点心嘛、红酒。阮会使开讲，佫有甲其他诶画图诶朋友，会当熟识，然后分享因诶想法安尼。结束了后，阮佫去楼骹诶吧开讲。嘿，所以我伫遐交着我伫英国上好诶朋友，迄一天。真正哦？恁即马佫联络哦？有啊，真正联络啊，所以
变做讲我以后去英国一定过会去万哦，象安尼的。个会当来找咱啊。是啊，哦，真好我一定真好。甲恁哦，讲。好好好。这就是这位朋友介绍你参加英国的展览嘛，就是。对，就是伊介绍我参加，伊是印度人啊，即马住伫万城，伊住伫英国已经20年啊。哦，袂歹袂歹。所以讲是啊就是万城的这个 live drawing 是较有较侪交流的机会就对啊。是对，安尼真好真好。对啊。啊，讲到这个交流吼，就会当讲到后一个话题，就是旅行。我感觉旅行内底就是有足侪会当较人交流的机会。你差不多几岁啊开始来澳洲旅行，啊是虾米款的原因？去澳洲旅行差不多6年前才开始的，因为我即摆的翁是第3个翁，叫我同款足介意去澳洲旅行的，所以阮就开始拢为迄边行安尼。逐摆选来选去拢选澳洲安尼。恁拢安那来规划恁要去倒位佚佗啊？要装几工啥物货？阮一开始拢会先甲阮上想要去的所在写落来，安尼才开始去规划。要先去倒位，安尼较顺。像即几摆我去英国游学，我拢是先甲我爱上课的时间，不管是伫语言学校，还是我家己的老师。我家己嘛有英国的老师，的时间甲城市先安排好啊，其他的时间我再来想讲要去倒位。我感觉可能因为我住伫英国，所以我去澳洲旅行的时阵较 flexible，就是较我会去迄个买机票的网站吼，我就去查讲看我对一工有闲，对工有假就看迄段时间的机票去倒位上俗。嘿对，但是通常上俗的拢是啥物荷兰啊、比利时啊，还是爱尔兰啊，迄会互阮人拍枪。伊讲无，伊拢要去啥物法国啦，尤其是法国的南部，要去意大利伊嘛会使，伊就是要去迄个传统的印象中物件好食的所在。我就是伊是要去遐足水的所在。无咱拢是伊拢是用食米咧决定诶，倒位物件好食对。袂歹哦。所以荷兰迄绝对拢袂去诶。荷兰诶物件嘛袂歹食啊。了解。真正诶，因为荷兰甲英国是澳洲，就是若是要排物件歹食是前3名咧。我到底荷兰是啥位啊？可能是传统诶食物是歹食，就是因传统诶料理，袂当讲歹食，就是毋是以因诶传统料理出名诶所在啦。但是因可能，比如讲，我感觉英国诶外国诶料理好食啊，所以讲着我感觉。因为你看咱同款拢是超过30岁一段时间啊嘛。我感觉30岁以后的这个旅行的风格，跟20几岁迄款的流浪已经无共啊啦。30岁较有钱但是欠时间欠体力。你伫咧旅行的时阵，你敢会掠牛酸？会小可掠，毋过袂掠足暗的安尼，因为我少年的时阵较辛苦，较无法度安尼四界佚佗，所以我即摆的状况会较好，钱无简单，才会使过较好的日子，所以我就想讲，爱小可。互家己享受一下安尼。我有记得你有一摆是你一个人坐计程车为伦敦去科兹沃遐佚佗，对毋对？对，嘿是。对。袂歹，足水诶！我画足侪幅图是科兹沃诶，包括我去法国展览卖掉诶迄幅嘛是画科兹沃诶。对，因遐真正足水诶，毋过因遐诶厝足贵诶。
而且迄落手机啊拢收袂着，哦，对，因遮山区拢袂有信号，是啊，对，因遮山区拢安尼，无方便，对。对，我感觉，因为我较好运，我20几岁时阵拄仔是抢着即个 backpacking，就是拍啊旅行，伫咧旅行的时阵，迄个迄当阵欧洲的即个俗价航空，就是咱华语咧讲的廉价航空嘛，当咧流行，所以我家己是20几岁，差不多15年前开始旅游。我会记得迄当阵20几岁时阵拢足省的嘛，就是欠长内度，啥物拢经常俗的。只要是爱钱的体验啦、博物馆啦、美术馆啥物，只要伊要收钱，我就跳过人过。但是即马30几岁，等于看讲，会感觉讲有小可可惜，因为迄内底有可能，我感觉一个所在伊的博物馆、美术馆是会讲足侪含即个所在有关系，就是即个所在的灵魂啦。比如讲。对，比如讲，我感觉万城的美术馆定定就会展览出一寡移民的生活也是讲女性的艺术家的物件因为伊会去讨论讲是安怎咱美术馆内底都爱放一寡统治者的头像，伊感觉讲是毋是即马已经21世纪啊，是毋是爱重新去思考即件代志？对，感觉讲这就是会讲，万城遮的灵魂就是较 revolutionary，就是较有革命性，对。毋过我感觉讲，我迄当阵20几岁入去看，可能我会看无，对啊。因为我是读自然组的嘛，中华民国的即个历史跟地理的课本，我基本上是看无。我嘛看无，我无咧读。对。我欧洲的地理是伫欧洲佚佗，哪看地图的时阵学的，对啊。欧洲跟东亚的历史是我30岁以后常感觉讲，我想要了解即个世界是安怎，是即摆的即个模样，才家己去读的。读了才去佚佗的时阵，才有感觉讲，有一寡物件伊背后的意义，我已经看有啊，对啊，对啊。这是我感觉20几岁跟30岁以后佚佗的无共的所在。你的体验较深，我敢若伫紧饭店尔。我感觉饭店嘛有时差足济就对啊，差足济对啊。我就是住喺清气的hostel， 就是青年旅馆。30岁以后就一定爱住饭店。该看伊迄个 Google review， 看伊的隔音够好，够囡仔定下黑白走来走去即款。对。你感觉你身躯边的朋友，你即辈台湾人敢有咧对团哈？我身躯边的朋友对团的比较较济，比家己去旅行较济。毋过嘛有一寡朋友是家己去旅行，毋过大部分因若家己去拢是规家伙仔去。这嘛有可能是，嘛有可能是因为我是老师，我教囡仔，所以我接触的拢是家长，有囡仔的无。较罕咧拄着讲迄落无囡仔，还是讲还未结婚呢？对，我感觉我即end的可能较少人会对团啊。我家己是跟阮厝内爸母对过几届但是我感觉若是全家出去佚佗，其实对团会当省袂少的麻烦。对。但是我家己是较介意一个人出去旅行。我即摆嘛是安尼。对，我会记得你讲你含恁翁是毋是拢是会一个人拍走的人？是对，嘿。阮翁伫咧熟悉我进前，都是安尼，家己一个人会去无共的国家旅行安尼。熟悉我了后，就带我做伙去旅行，看要倒位安尼。对，其实两个人做伙旅行会省较济啦。是，对啊，我嘛足介意一个人旅行，我感觉一个人真自由。
啊，一个人的机动性佫足悬的，比如讲你常常想要倒去饭店放屎啊，还是中昼想要饭店困到啦。对，我想要伫遮较久，想要伫遮放空。嘿，就会使留较久，毋免讲我想要去倒一个店，我爱经过每一个人的同意安尼。对，对啊。我感觉一个人旅行嘛，定定会当熟悉着无共的人，因为你一个人嘛，所以就有足侪人会较有机会看，比如讲你伫青年旅馆，就是上好熟悉朋友的所在，对。是。对啊，毋过我感觉为台湾出去佚佗的话啦，大部分的所在你拢会感觉讲伊的治安无好，所以一个查某囡仔，我感觉会是加减会惊。尤其是我一个人旅行，定定会有着，就是奇怪的乌子上来借话。比如讲伊会偷摸我的大腿啊，看我你的气有咯，你爱嘛？你掠零哦！你这是去对的时阵当着啊？德国，但是我各国拢会，我无论去对拢会有着奇怪的乌子上，无就是讲要带我转去厝的，因兜是 Airbnb， 对。我结婚了，本来想讲，看阮人两个人会当好好出去冒险嘛，因为咱两个人较有伴嘛，较袂有着啥物，对。但是阮拄结婚的时阵，遐是无啥物钱，其实嘛无啥物机会通出去。等到较有钱了后，就发现讲伊嘛无足兴趣要出国。真的我有甲你讲过，我一届正月时阵找着正月机票，会当去米兰，去意大利的米兰。对。我有计划哦，个会当因为米兰你往北边去赛车一点外钟的所在有足侪湖的，所以因遮有山啊，啥物足水的。我计划了真好，我讲过对一工去对一个湖，啥物货。计划了，我摕互伊看，讲你看，我计划好啊，你有兴趣无？伊讲去湖哦，袂歹啊，无咱去空我。是真水啊！对啦，我真水，无共款的，对，无共款的 feel 啊，因为你空我无迄个红酱，看迄个 spaghetti 啊。是。好啊，莫讲奇怪乌子上，你伫旅行当中敢有着啥物趣味的经验？趣味的经验，我会记有一摆吼，我去普迄个所在时阵，真拄好拄着因的海盗节，真趣味，足侪表演的，感觉敢若伫拍电影共款，无法度放袂记。另外一摆的经验是我去 Canterbury 的时阵。嘛是真拄好，拄着一个美食节，足侪国家的好食的物件，拢伫一个足大的公园内底摆搭，来摆搭一搭足侪嘿。可惜我无法度食济，对。我就酸我毋捌食过，酸我毋捌食过，还有素食安尼，试看嘛。我嘛真享受迄个。时间会当甲其他的人共款，坐伫草坡地，食物件，听现场的唱歌安尼，是真好的经验。热天安尼真享受。是，寒天就真夭寿。对。对，我感觉听无对团啊，是讲无含一大群人做伙佚佗的好处，就是讲你若是有着遮个意外即个无共的代志，你会当临时选择讲我要伫遮较久的。对，是。你拄则讲着素食吼，你食素对毋对？是。你伫澳洲食素敢有方便？拄好甲你一开始分享的是倒边的，我上界方便的所在，上界介意的所在就是英国，第二就是荷兰，这两个是上好的、上方便的所在，其他的所在无啥方便，要找素食无啥方便。
啊，我伫英国是上界方便的。我捌查过讲，全世界食素食上方便的城市，前10名有5个城市拢伫英国。真的吗？是嘛是安尼哦。我去别个国家无法度安尼呢。像我伫英国的期间，若是有朋友招我出去食饭，要去外口的餐厅，我从来拢毋免甲因讲我食素食的。包括我甲恁母出去，我嘛无甲讲我食素食，因为我不管选倒一个餐厅拢有素食的，以我的经验。真放心，所以要食啥拢会使。毋过去其他的国家无可能安尼。一半时啊，像我伫遐法国2-3工，我拢找无啥有素食的所在，敢若会使食芳，啉一寡饮料，啊，搁有食沙拉安尼尔，食草。法国呢？嘿，真歹找着素食的，希腊嘛是共款。因为我感觉英国较荷兰应该有一半是因为移民的关系，因为印度的人因有一寡会食素，有一半应该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拢较注重环保，所以因为有一寡是足侪是环保素的。是因为健康还是环保的原因来食素，安尼。因为我嘛是食素，所以我总推荐大家会当用一个 APP 叫做 Happy Cow， 欢喜的牛。对，我只要若出国，我得用这个 APP， 因为伊会甲你讲附近有啥物素食餐厅，还是有提供素食的餐厅。我伫旅行的时阵，毋捌有找无着素食通去食。真的哦 ！Happy Cow 这样做好用，而且你若是去对一个国家，伊几乎拢会有素食的人去 update 一下 information 的对。多谢你分享。对，你会当囤起，因为你明年搁要来英国，对不对？对。来讲到这个旅行，你伫旅行当中，你敢有体会到什么人生的道理？有哦，就是讲。讲这袂使笑的啦，正经。就是讲吼，你假使你若有啥物真正想要做的代志，就即马就开始做安尼。只要你愿意去做吼，永远拢袂伤慢。嘿，啊，搁有我感觉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讲，你比你家己想的搁较强大，嘛搁较勇敢。有一半时啊，难免吼有拄着困难，还是失败，伫咧即个过程当中。毋过迄嘛是增加人生的经验值安尼，拢是好的，拢是正面正面的。真好，真好。对，我嘛是感觉伫旅行当中会当放下一寡执着，就是伊会当看到讲世界足大诶，无一定需要追求高一款诶人生诶价值观，对对，所以若有啥物机会，有啥物好耍会来，就甲去啦。YOLO，对，YOLO，对，YOLO 一个，对。你即摆你诶即个清单面顶哦，因为大家应该拢有一个梦想诶清单，就是讲，我对一个所在我一定要去诶，我人生要结束进前，我一定爱做诶代志。你有对一个城市还是国家还未去过，搁你诶单仔面顶。英国诶部分，我搁想要去湖区、湖区，应该明年就会去啊。啊，搁有东南边诶海边啊，我毋捌去过。其他诶国家，我搁有想要去波多黎、摩洛哥、挪威、瑞士、比利时、捷克、奥地利啊，目前是安尼。你迄个湖区我有驶车诶景点，你若是有有需要诶里面拢会当甲咱私信。是爱驶车诶所在，毋过恁人会晓驶车嘛，所以推送互大家。好，感谢。我家己是就想要去迄个波罗的海三国，就是利图维尼亚、拉丢巴，搁有阿斯托尼亚、艾苏特，搁有拉比国。其实我去过瑞加坎塔林，就是
Estonia 兼即个拉比亚的首都，但是迄个时阵对欧洲的历史佫无熟，今仔会当看一寡外表的物件，所以我若是佫去一届，我会就想要去看因的迄个独立的历史。头拄啊，迄个咱的来宾有讲着伊想要去波多嘅，伊想要去波多嘅，我会当我推荐你去波多嘅波托，就是我甲朋友去了后，才发现原来波多嘅历史甲台湾的历史是惊人诶，是咩啊？足像诶，系足像密切。足像诶哦！我明年应该嘛就会去波多嘅，因为我伫语言学校、语言学校上好诶朋友是住伫遐，伊是巴西诶人。我前年去读册诶时阵熟悉伊，我旧年熟悉伊，伊今年即摆我去英国诶时阵，伊对波多嘅飞去伦敦找我食饭。我就讲明年我飞过去，安尼。而且伊嘛是，伊嘛是有类似经过白色恐怖即款诶，就是大家拢是要白啊，就是困伫你身躯边诶，也是你诶亲戚朋友，拢会有可能是要白啊。就甲迄当阵咱台湾会做相像，伊嘛有戒严即个物件，伊嘛是迄个较独裁诶，迄个总统落台了后，因才开始慢慢有民主安尼。也是拢甲资源囥伫首都，所以足侪普通诶人，拢甲你讲你莫去 Lisbon， 拢叫你莫去迄个因诶首都，伊讲你伫遮就足好耍啊。了解。我是有听人讲，波多嘅是伊诶消费比较较俗，而且人嘛真好，遐个人较亲切。我想要问，就是因为恁两个旅游经验拢总丰富诶，恁敢有较介意对一个国家，还是以后退休诶时阵想要住伫迄个国家，还是住伫台湾，毋过去其他诶所在耍咧？我有问过阮翁即个问题呢，若是讲以后，咱会使退休了来搬去一个国家，你上介意倒一个国家咱去过？伊就讲意大利安尼，我就讲好啊，我住伫英国，你会使来找我。我即届恁两个相处诶方式诶，是真趣味。就是拢袂干涉对方安尼啊，我感觉真好。我拢互对方真大诶自由安尼，嘿，像伊即摆今年我去英国2个月啊，伊就讲我看你吼，遮尔爱来英国。无我遮我先加趁寡钱啊，伫遮甲你买一间厝安尼好无？只要看到迄个海报有人咧卖厝，伊拢走去看偌济钱。歹呢，真正，即马真正会当买啊，即马咧落价，真诶吼。无就是大概2025，对，我家己是感觉讲。若是要出去佚佗，我其实介意意大利，因为我毋知，因为我感觉伊物件较好食，天气较好。因为我感觉无真正你伫英国若是多久啊，你会感觉迄款烧热诶所在真正是上介赞。对。我感觉伊要历史有历史，有好食物件有好食物件。对，嘛是人评价讲，全世界上水的一个国家。对啊，另外是对伊嘛有自然的风景啊，伊遐嘛有迄个 Alps， 阿尔卑斯山，对。若是讲退休要住对一个国家，先莫讲退休好啊，讲要住对一个国家的话，我感觉欧洲，我可能嘛是会选英国，因为我感觉。对，虽然我是甲伊吐槽甲无一位好诶，吐槽甲喙甲全破，但是因为我感觉第一，伊对移民上优先，对，第二，因为伊移民足济嘛，所以伊足济好食诶外国诶料理，对，所以我感觉
以即两项来讲，我感觉也是英国上适合住。但是若是真正退休，我其实是想要热天伫英国住，冬天等于台湾住。对，了解。你咧往来？我上届对一个国家，应该讲我上届对一个城市。我真介意罗马甲波托。因为因两嘛是有历史，佮有好食物件。其实我介意巴塞隆纳，虽然伊是这我嘛是巴塞隆纳。我就意外呢，我叫是伊就是 Party Town， 你知影？就是少年人伫遐 Party， 无呢，伊足侪物件通耍的呢。对，真诶哦，我毋捌去过。真正足赞呢。伊遐足侪有名的建筑啊，佮海边啊，伊海边嘛水，伊的物件嘛好食，嘛是有素食的啦，所以免烦恼。嘿，巴塞隆纳，嘿，对。对，伊个是，我感觉伊对囡仔足友善的，因为伊逐位你不管你住伫什么所在，你出去恁兜外口行路3分钟以内，一定至少有一个公园通耍。对，我拄要足方便的啦。了解。好，安尼咱今仔日就差不多啊。感谢咱的来宾，咱的李敏啊。对，真感谢你来上阮的节目，大家来了解你的经验吼，佮有你的展览，对，佮再次提醒大家伫即个台北购物中心含一个咖啡馆，拢有伊的展览展出，大家若是有闲，会当去遐啉一个咖啡，行行的。对，感谢两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好，安尼咱就祝大家新菜健康，好在平安。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来买落水客，参农民听同齐，拢来坐，烧酒来方便。落水客，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又清芳过一阵青菜。